去规定我厝内人，无论是我的小弟，还是爸爸妈妈，拢总爱讲台语。我看电视嘛爱讲看台语，我的生活当中拢是台语，我是安尼学的。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。从接到一个剧本之后呢，我一看，我很沮丧，是第4男主角。于是乎呢，我从第4男主角开始演，带着信心，带着相信，带着努力，4、3、2，演到我心目中的 No.1。可是呢，我就开始对现实环境不满了，觉得剧本不对，导演不对，演员不对，通通都不对。因为开始变得非常非常自大跟骄傲，我决定跳槽到另外一个电视台去。听到哥哥的分享，就知道做他弟弟其实蛮辛苦的，压力很大哦。而且，我其实是以一个替身进入演艺圈，替身当很久，真的很累，想要休息一下。刚刚哥哥讲到那个演艺圈的环境，从国语市场转到台语市场的时候，对他来讲可能是一个挑战，是一个学习；对我来讲是一个契机。我一直想，内心有一个很深的呐喊，就是我想走出自己一条路，我要寻找一个真实的自我，我不要再做他的替身了。我觉得机会来了，于是我就开始拒绝学台语，也就是说，慢慢久而久之，人家就不找我了。也就是说，没戏唱，没戏唱那段时间，就是等于失业。失业对那个男人来讲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。然后在那段期间，运气不怎么好，女朋友忽然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忽然就跟别人跑了。所以我失业加上失恋，人生就走到一个低谷。低谷如果起了比较心，就会更痛苦。有一天我打开电视，刚好我就翻到那个民视的新闻台，民视新闻台在 live 转播什么呢？为他一个新戏8点档造势。我仔细端详一看，看到那个戏里面的角色，那个男主角就是宋逸民，你知道吗？我在等东西，我那金屋主。金屋主，我流下英雄泪。我觉得白白拢是相生啊，而且我感觉我比你较缘投。那是你讲的。为什么有这么差别的待遇？一个当男主角，一个没戏唱，真的有想不开的念头。可是上帝没有离开我，他很恩待我们。有一天，他差派一个天使来到我生命当中，那个天使跟我说：“达明，你要不要陪我出去走一走？”我心里想，难道我还不够惨啊？我陪你出去走什么？他跟我说，他跟我是个同业。他跟我说，我失业5年。哎呦，我一听，我才刚失业1年多。然后他说他即将面临离婚，我就起了一个同情跟怜悯心。我决定陪他出去走一走。这一走就碰到我太太洪百荣。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属灵的原则，圣经的原则。你什么时候从你自己的问题走出去，看到别人的需要，仰望神的时候，祝福会进来。如果你在电视机前面，或者你在现场的朋友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如果你有一丝丝的能力，拿起电话或者走出去，不要看自己的问题，去帮助别人，你会想不到、意想不到的祝福。后面的剧情跟哥哥差不多。我也学台语，我也重回了职场，然后也当了男主角，也结了婚，一切看起来那么好。那个白马王子跟白雪公主要过幸福美满的生活，车子、房子、银子什么都有了，但就是内在不快乐，里面有个空缺的位置。外在物质没有办法填满的，我就把这状况告诉百荣，百荣就跟我聊，我太太跟我聊说，那你去做公益好，我们就聊孙叔叔。可是越聊越心虚，因为跟孙叔叔不认识，我认识他是荧光幕，私底下没有接触过，然后这件事就不了了之。2个礼拜后，我们在101大吵一架，因为情绪要有个出口，没有出口。结果我在那边走来走去，101百荣跑了。我这边洗脸，一抬头，孙叔叔就站在我后面出现了。他带着我，他给我一个微笑。我要说，刚刚大家都在笑，微笑真的很重要，微笑会改变一个世界，微笑会改变一个人的生命。他就带着我进入了教会。我第一次进到教会，我坐在那个地方，我就一直哭。我要跟各位观众讲，哭不是一件可耻的事。如果你知道那个哭是来自于一种感动，你就尽情的哭，没有关系。哭完之后，我觉得我有一个空前被爱、被接纳的感觉，我生命开始改变。我开始因为进了教会之后，受了肢体的爱跟上帝的爱，我开始我之前有抽烟有喝酒的习惯，我就戒烟戒酒，还愿意去服侍那些我不认识的老人。
我从服侍那个老人家的过程当中，他每次握着我说：“你好像我儿子，你好像我儿子。”我就看到一幕，我看到我没有办法好好孝顺我的父母，先不要讲孝，能够顺服我的父母亲。我真的要说，经历教会的生活之后，我的生命有很大的翻转，我里面充满了平安跟喜乐。他的生命有平安喜乐，我却有痛苦。我一直在不断的追求那个名跟利。跳槽电视台之后呢，什么都好，剧本好，导演好，排名好，就是收视率不太好。我掉入那万丈的深渊里面，在一次电视台人事的改组之下，突然一切都没有了，归零了。我好像从楼上摔到楼下。像我这样有计划、有目标的人，怎么可能这种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？我慌乱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一个男人事业遇到问题的时候，他会把精神注意转回到哪里？他的家庭。我开始把精神重点转回我的家庭，可是我讲了这么久，几乎没有讲到我的家庭，因为在孩子2岁之前，我几乎没有太管孩子的事情。我觉得一个男人只要做2件事：第一个把钱拿回家，第二个不要做对不起太太的事情，就是完美，就是完人。其实这是一个快完蛋的人。接下来就是不断的跟太太发生争执跟争吵，用我的逻辑，用我的人定胜天的方式来控制我的家庭，只是想抓住什么？面对这样的不堪，这样的问题，太太在一次的争吵激烈之下呢，离家出走。我尽了力，我发现我无能为力，这不是我的人生蓝图，也不是在我计划当中的，怎么办？这时候我想到，唯一能够帮助我的，就是我认为这个没有用的弟弟。我去找他，我把我所有的事情告诉他，他只说了一句话：“我为你祷告。”感谢主。我心里想，祷告有什么用？你只要帮我把失去的统统找回来不就行了吗？太太离家出走那段时间，我每天很痛苦，必须靠着安眠药才能入睡2个小时。我的生命历经了一个从来没有遇到的事情，因为我的人定胜天已经完全不敢用了。我每天倒在床上，我不知道如何是好。我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之下，达明带了我到教会。我第一次进入教会，那个画面我永远不会忘记，我非常的震撼。并不是达明在讲什么，牧师在讲什么，我看到一对夫妻带着他们的孩子站在台上敬拜赞美神。我看到那个画面，我想到那个画面只有在我小时候的时候出现在我的面前。为什么我长大之后，这个画面完全消失了？因为不是努力的向前奔跑不对，而是我们少了那位神的爱。神是什么？神是爱，是喜乐，是平安，是富足，是健康，是美好的。我有的是什么？自私、贪婪、自以为是、自大、狂妄。我突然清醒了，我痛哭流涕，我跟神祷告说：如果你是那位真神，你让我的太太跟孩子还有我的事业重新回到我的身边。你们相信有神吗？阿们。你们相信有神吗？阿们。全部都回来了，感谢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受洗之后，我看到以前我看不到的，我看到，我懂得怎么样去怜悯别人、同情别人、帮助别人、为别人祷告。真的，我一句经文要送给大家：你们得救是本乎于恩，也因着信，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；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也送给大家一个经文，我跟义明，我现在回头看。我们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恩的，我们真的很希望也盼望我们这个祝福，领受上帝的祝福，你也同样可以来领受。神会带你进入一个你意想不到的境界，会翻转你的生命，拯救你一家，拯救你整个家族。感谢赞美神，我们将一切荣耀归于神。哈利路亚！谢谢大家。